佛山老字號啊，111年周年個9大簋都係338。你廣州過來啊？唔係啊，香港啊。嗨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佛山飲早茶，我係 Alan。開放式廚房。茶錢幾多錢㗎？3蚊。要個餅仔粥。有咧？蛋煎糯米雞。哦，呢個蛋糯米雞啊，餅仔粥，一個荷包蛋擺喺面，下低就糯米雞，糯米同啲荷包蛋一齊煎過嚟嘅，都幾香口嘅。係啊，第一次食咁食法。哦，佢糯米雞下邊有豉油嘅，略為鹹咗少少。哦，呢個粥淡淡地。餅仔粥裏邊嘅料啊，同香港食開差唔多。微信支付26蚊4。99蚊2人套餐，118擔到4人套餐。大家中意我哋介紹，請多啲互動，記得訂閱，又俾 like。好啦，就喺佛山禪城街頭同大家講拜拜。